来看台中市有民众哦，昨暗一台二手的微型电动二轮车烧起来，消防队去拍火哦，佮甲车顶的锂电池弹到水桶内底，才甲火拍花。专家是指出讲，这款微型的电动二轮车电池的成本较低，品质可能无介好。若是买二手的车后，就要先检查电池，还是讲规气就换新的电池，还有保障。 民众骑微型电动两轮车伫路中停落来，熊熊车冲白烟，骑士随跳车，15秒以后车就随着火烧。台中市南区中明南路到复兴路口，初二暗9点外有微型电动两轮车着火烧，消防局到场抽水线抢救，而且把车顶的锂电池弹入去水桶内底，用要半点钟才把火拍花。我骑车到那边停下来，刚好冒烟了。 因为它里面是有很多的锂电池，18650的锂电池，它会去做串联跟并联，那它就是会一直不断的，它只要温度过高，那它就会不稳定，那不稳定的话，它可能就会冒烟、爆炸跟失火的状况。车主表示，家己是买二手车，已经骑1冬外的时间，为南屯区骑到南区，就呛烟搁着火。汽车行头家分析讲，是部分微型电动两轮车用较歹的中国制的锂电池，线路无好，还是讲年久过深，电池的电线头入去，才致使意外。二手它有那些隐患啦，所以要去注意它的寿命，一些线路的一些寿命要去严选啦。 可以考虑到店家去换一个电池芯或一个新的电池芯，它才能用比较久，或至少来做一些基本的检测。避免买到较歹的微型电动两轮车，或者建议民众会当经合格的厂商买二手车的时，嘛要先检测过，也是直接把锂电池换新才来骑。这个意外是互车辆烧甲剩骨架尔，加在现场无人伤亡，详细导火原因还阁需要调查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